家的宝物，阿光每天都无忧无虑，是个很喜欢笑的孩子。爷爷奶奶看着阿光，露出笑容。看着阿光的笑容，就发自内心的跟着微笑。爸爸工作回到家后，阿光笑着迎接爸爸。爸爸回来了！阿光的笑容让爸爸工作都不累了呢。妹妹哭的时候，一看到阿光笑，就跟着笑了起来。哥哥笑得好呆哦！妈妈看着阿光，笑着说：“阿光的笑容是我们家的宝物。”阿光笑了，周围的家人也跟着一个一个微笑。好棒！故事读完了，小朋友，你想要分享故事给你的哪哥哥或弟弟？把卡片拿给家人看，说说故事吧。